如果你都對玄學命理有興趣，但係又唔知道點樣開始入門，甚至乎想知道點樣去拜師，點樣去揀一個適合自己嘅師傅，又或者學習過程入面有啲咩常見嘅問題，又點樣可以避免跌入學習嘅誤區？喺今條影片，我就會同大家分享我多年嚟嘅一啲嘅拜師心得同埋一啲嘅學習經驗。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知命心方，我係 Jan，係一位命理同埋心理嘅諮詢師。咁香港喺2024年咧就啱啱踏入咗九運一個離火運啦。咁其實唔難發現間接同埋直接間咧都令到好多人咧可能對玄學啦、命理或者身心靈方面咧都產生咗更加大嘅興趣同埋需求。咁今日咧喺呢條影片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過去6年嚟喺持續學習命理玄學呢方面，我嘅拜師道路上面，我總結咗一啲嘅心得。如果你咁啱亦都係想開始入門去學習一啲命理或者玄學知識咧，咁都不妨可以先參考下我以下嘅經驗。第一個問題咧就係點樣去揀老師啦，或者揀你嘅師傅。咁初學者咧又可以喺邊度開始咧？咁講少少我自己嘅背景先。咁其實咧喺過去嘅6年入面咧，我係跟過9位唔同嘅師傅啦，去學習唔同嘅領域啦。可能有八字啊、紫微斗數、姓名學啊，都有上過人類圖或者係一啲易經啊、奇門遁甲等等嘅課程。咁其實咧，所以我喺拜師方面咧都一定有相關嘅經驗。咁而我呢啲老師同埋師傅咧，其實當中咧有啲係嚟自比較大眾化啲啦，容易可以去接觸到，亦都有啲咧係稱得上數一數二比較出名嘅師傅。咁之後咧，我再同大家講下，我覺得有啲咩唔同。咁好記得咧，我啱啱開始學玄學入門嘅時候咧，我就係揀咗八字先嘅。咁一開頭咧，我都有買一啲書啦去自學。咁一開頭咧係冇乜問題嘅，即係你睇下啲書咧，都會知道啲書講乜嘢，都好容易去吸收到。咁但係當你發現咧，你睇完之後咧，你自己開始去算嘅時候咧，咁就有啲情況就會發生到，你就會發現，單靠睇書咧，其實係好難去可以真係學到算命，因為咧其實每個命盤嘅結構咧都會有啲唔一樣。咁尤其是咧八字一啲好底層、好基本嘅一啲嘅概念咧，其實單靠睇書咧係比較難去吸收嘅。我自己認為，但係如果咧你話紫微斗數嘅咧，其實我都可以推薦入門嘅時候可以先買啲書去睇，因為天干嘅四化啦，甚至乎係啲星曜嘅特質啦，或者係代表嘅意象咧，其實睇書咧都係唔難去吸收嘅。當我發現咧睇書好難用八字去算到命嘅時候咧，咁我咧就開始去揾師傅去學啦。咁我好記得咧，我第一個嘅接觸嘅師傅咧，其實佢咧就係嚟自某討論區，咁佢就喺某討論區度開班啦。咁我朋友見到咧就 forward 咗俾我，咁就係咁咧，佢就成為咗我第一個嘅啟蒙老師。咁除咗呢啲途徑之外咧，其實我之後咧都試過一啲比較大眾化啲嘅途徑，就例如透過互聯網上面咧去搜尋一啲關鍵字，去報讀一啲排名比較前嘅課程啦。但係以我自己嘅經驗咧，其實有一啲嘅呢啲排名得比較前嘅一啲嘅課程咧，其實咧只可以代表咗佢嘅廣告方面係落得幾好，但並唔代表佢教得好或者係口碑特別好嘅。咁而家媒體時代啦，周街都有好多唔同嘅廣告啊，好容易見到唔同嘅途徑。咁到底我哋又點樣可以去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嘅老師呢？咁其實咧，我有3個建議嘅方法嘅。咁第一個方法咧，就可以揾你印星嘅5行屬性嘅老師啊。咁就例如咧，你係屬火嘅人咧，咁你就可以揾屬木啦，即係甲木或者乙木嘅人咧去做你嘅老師啦。咁如果你係屬土嘅人咧，你就可以揾屬火，即係丙火或者丁火去做你老師。咁如果你係屬木嘅咧，咁你亦都可以揾屬水嘅人啦，即係壬水同埋癸水嘅人去做你老師。咁如果你係屬金嘅咧，咁你就可以揾屬土嘅人啦，即係戊土同埋己土去做你嘅老師。如果你係屬水嘅咧，你就可以揾日元係屬金啦，即係可能辛金或者庚金嘅人咧去做你嘅老師。咁可能你會話啦，其實咧我哋都好難有陣時會知道個師傅嘅一啲嘅資料啦，或者老師嘅資料。咁亦都有第二個方法嘅。咁第二個方法咧就好推薦大家咧係可以去嘗試去上一啲嘅體驗課啦，或者去透過一啲媒體嘅途徑咧，你可以去觀察一下，即係感受一下個老師嘅嗰種嘅思維方式或者佢嘅價值觀。因為咧嗰個老師嘅思維方式咧，其實係好容易去影響到你嘅，尤其是你一個白紙嘅階段嘅時候咧，佢講啲咩，你就會相對去吸收啲咩。咁你可以留意下咧，你嘅師傅咧會唔會有啲絕對化思維嘅方式啦？咁我自己都有遇過，咁佢哋咧好多時候咧可能會對其他門派啦，或者會有一種好抗拒嘅態度啦，會覺得人哋嗰派或者人哋一定係唔啱嘅。因為呢啲師傅咧好多時候咧咁多年嚟咧，可能佢係沿用一啲比較固有嘅認知方式咧去論命啊，或者去定盤啦。咁樣咧，所以咧佢咧係好難去接受一啲佢自己認知以外嘅一啲嘅新方式。咁如果你叫佢去接受一啲可能佢自己認知以外嘅方式咧，其實呢個行為咧，其實等同於你叫佢推翻咗自己舊有嘅所有嘅用過嘅方式啦，即係等於推翻咗舊有嘅自己。但係呢一種嘅思想方式咧，其實先係最限制同埋妨礙到你嘅進步。
咁玄學咧同埋命理又真係好玄嘅嘢嚟噶嘛，尤其是我哋去睇一啲嘅古書咧，都係寫得比較精簡。咁我哋唔同人咧去睇同一段嘅文字啦，或者圖畫，其實喺理解上啊、演繹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分別噶喎。尤其是以前嘅社會環境咧，同而家嘅社會環境咧都好唔一樣啦。就好似以前咧就唔主張女人要出嚟拋頭露面去做嘢啦，甚至會話傷官嘅女性咧都係唔好命啦。所以你都可以留意下你嘅師傅啦、你嘅老師啦，到底佢哋嘅教學方式係多數係將佢哋上一代可能師門知道嘅一啲嘅知識咧，去傳落嚟俾你啊，定係還是可以解釋到各種嘅背後嘅一啲底層嘅邏輯去話俾你知。咁所以如果你咧淨係知道所謂嘅答案，而唔知道背後嘅原理啊、道理咧，其實你學嗰套咧係好難去套用到喺現代嘅社會咧，或者之後唔同嘅環境。咁你好容易咧就會陷入一個叫做背死書嘅死胡同入面，發現好多嘢其實都會解唔開。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可能喺同一個領域咧跟一個師傅學完實踐，跟住咧就會揾第二個師傅重新再學過。咁我就會放低之前學過嘅嘢啦，就當自己一張白紙重新咁去吸收。即使嗰啲師傅咧個門派係差唔多都好咧，咁你總係會有嘢去學到，可能一啲新嘅觀點啦。咁你睇嘢咧先唔會咁容易有盲點。但係可能你又會問啦，當你咁樣去吸收唔同方面嘅資訊嘅時候，咁會唔會有矛盾㗎？咁其實係真係會有嘅。但係當你之後不斷咁去睇唔同嘅盤啦，去實踐啦，咁其實你嘅經驗咧係真係會話俾你知，甚至乎你可以創造出一套係屬於你自己嘅見解。第三個方法咧就係相信緣分啊！除咗而家咧可能媒體嘅時代啦，總係一啲演算法會將唔同嘅廣告推送到喺你面前都好，但係有陣時點解咁多嘅廣告，偏偏你就係選擇咗呢一位嘅老師咧？咁其實每個人咧都有一個能量場，佢進入咗你嘅能量場嚟到你身邊咧，我相信咧總係一啲原因嘅。就好似我嘅啟蒙老師一樣啦，可能多年後咧，我回想佢嘅教我嗰一套，可能唔係好 buy 或者唔係好啱用都好，佢都總係會有嘢帶到俾你，總係有佢嘅意義啊。有陣時我哋咧好多時候會有啲唔知點解嘅呢啲嘅契機，而我哋好多時亦都要相信呢啲唔知點解嘅契機啦，相信我哋自己嘅直覺，因為其實亦都係吸引力嘅法則咧，將佢哋帶到嚟你嘅身邊。我知道坊間咧有好多嗰啲速成班啊，我自己都有體驗過，就可能咧叫你一日入面咧上4-5個鐘咁就上完㗎啦。咁但係其實我真係好唔推薦大家去上呢啲嘅速成班。呢啲嘅速成班咧，你可以當佢係打開你可能對命理啊、玄學嘅興趣嘅一個啟發點，但係咧我就唔建議大家真係去上完呢啲嘅課程係真係當自己去學識咗，因為咧據我所知咧，好多呢啲嘅速成班嘅導師咧，佢真係淨係教呢4-5個鐘，而冇後續嘅發展。所以佢教嘅嘢咧，其實都屬於好冰山一角，即係唔足以你攞住呢啲嘅知識去出去同人哋去算命。畢竟玄學啦，又或者命理都係古人留低嘅一啲智慧啦，真係需要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去沉澱或者去實踐。而我自己都覺得咁樣咧，先係對呢樣知識嘅一種嘅尊重。跟住咧就嚟到第二個大家關心嘅問題，就係學費嘅問題啦。咁係咪真係可能要30萬咁上下嘅金額咧，先會學識咧？咁真係唔係嘅。其實坊間唔同嘅課程咧，可能普遍個半鐘啦，至到2個鐘一堂，咁大約咧就係收緊400蚊至到500蚊左右。咁有啲咧就會分係初階、中階、高階咁樣讀上去。咁可能個時長咧就大約9個月啦，至到1年咁上下。咁至於一啲比較出名嘅一啲名師咧，咁佢哋嘅學費就當然會貴啲啦，亦都可能會去到5位數，可能6萬蚊至到8萬蚊咁上下。咁到底跟一般嘅師傅學同埋跟一啲名師學又有冇分別咧？跟一般嘅師傅學咧，可能我哋可以接觸嘅盤咧，都係比較一啲大眾化啦，或者中產嘅階層。咁而跟名師學咧，亦真係會多少少嘅機會去接觸一啲比較名人嘅盤啦。學完命理之後，係咪真係可以改變你嘅命運嘅咧？我知道好多師傅都主張命係冇得改嘅，但係經過我多年嘅學習經驗話俾我知，其實命理啦，或者我哋人嘅命盤，其實真正嘅作用並唔係去攞去算啊。而命盤嘅作用好多時候咧，都俾我哋喺另一個角度去了解自己。而我哋咧係好需要對自己有一定嘅覺察啊，我哋嘅命運咧先可以去改變。單單咧去用算呢個動作咧，其實係改變唔到你嘅命運㗎。就舉一個例子，你可以想像一下，而家嘅你咧就處於喺一個山腳下面嘅狀態，而你理想中嘅你啊，即係可能係更成功嘅你啦，或者你嘅版本嘅2.0，總之一個 better you 咧，就係一個山上面嘅位置。咁而呢兩個人仔咧，都一定係有一啲嘅分別啦，或者一啲嘅唔同。如果唔係而家嘅你咧，應該係可以已經去到山上面呢個位置啦，係咪？
如果你係用另一個角度咧去學命理，而唔係單單咁去算命，你就會知道你嘅人生課題係啲乜嘢嘢啦，係啲乜嘢阻礙障礙，令到你未可以成為到山上面嗰個你，從而去作出調整同埋改變，包括行動上同埋心態上，咁你嘅命運咧先可以去改變啦，或者去優化嘅。其實6年嘅學習道路對我自己嚟講咧，都真係算係好短，而學習咧都係一個持之以恆嘅過程，所以咧即使到而家，我都不斷咁去吸收唔同嘅知識啦。當然，我今日拍嘅呢條影片代表咗我呢一刻我嘅認知、我嘅睇法，我都好期待可能下年或者多年後嘅我係有機會可以推翻我今日嘅睇法，或者有啲咩嘅新觀點，同埋希望各位學者都一樣可以對學習保持開放性嘅態度，同埋唔怕推翻自己舊有諗法嘅勇氣，咁樣我哋先會更加有進步。之後我都會繼續喺呢個頻道分享一啲關於命理同埋成長思維相關嘅資訊。如果對呢類型影片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喺下面俾個 like 或者係訂閱我嘅頻道。咁演算法咧，亦都會將你有興趣嘅內容推送俾你。我哋繼續喺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